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ookie 咪咪嘅解憂吧第4集。有時候喺真誠嘅探索入邊，人難免會踩到其他人嘅私隱邊界，究竟係唔係呢？我哋今集就嚟睇下八卦同埋關心嘅分別。粉星子出於想了解朋友嘅活動詳情，咁就好奇問咗以下嘅問題，譬如係參加嘅人數、出席人嘅身份等等。但係就俾朋友好嬲咁樣鬧佢，話佢八卦喎。不明所以嘅佢就覺得莫名其妙。追問之後先至得知，對方嘅理由係問咗咁多又唔嚟幫手，你咁八卦嘅心態好令人討厭啊！委屈嘅粉星子將呢件事講咗俾身邊嘅 Bookie 咪咪知道。Bookie 咪咪俾咗佢一張定義圖，清晰咁樣劃分咗關鍵嘅界線。第一，八卦係帶有獵奇同埋批判嘅心，咁樣去探索人哋嘅私隱之後傳播開去。第二，關心係聚焦對方嘅需求，提供實際嘅支持或者係情感嘅慰藉。人與人之間都有一條安全嘅界線，無論係物理嘅距離定係心靈層面嘅私隱範圍。所以當粉星子嘅提問超出咗對方嘅安全範圍嘅時候，對方自然就會產生不安同埋唔舒服嘅感覺啦。喺呢個例子入面，粉星子嘅提問源於好奇，後續呢就冇針對提問嘅內容提供協助，咁就俾對方覺得佢只係想窺探消息，而唔係真正想幫忙。粉星子反覆咁樣喺度諗，其實佢嘅提問既係關心，亦都係影響住自己嘅決定㗎噃。粉星子向來都有個習慣，就係要全盤了解情況之後，再作出應對嘅選擇。就好似今次被邀請出席嘅活動，佢想知道活動嘅整體狀況，其實就係為咗俾自己有充足嘅心理準備，了解清楚活動嘅規模，同埋在場嘅人物關係，先至可以確定用乜嘢姿態、乜嘢態度去面對嘅。但係每個人嘅諗法都唔同㗎嘛。朋友淨係睇到佢問得詳細，又冇提出幫忙籌備活動，就直接將佢歸類為八卦。講到尾，當人哋唔係了解你真正想法嘅時候，只係會用自己固有嘅認知去做判斷嘅。世界上嘅誤會往往就係咁樣產生㗎喇。你所表達嘅心意同對方接收到嘅信息唔一致，呢個就係誤會啦。尤其是係嗰啲覺得自己比你聰明嘅人，都會先入為主咁樣從自己嘅角度去剖析你嘅說話，誤解就更加容易加深。亦都因為係咁樣，
學識企喺人哋嘅安全界外去提問，就成為咗一門好重要嘅課題啦。即係既唔會俾對方造成壓迫感，亦都大大減少誤會嘅產生率。粉星子慢慢咁樣明白到，如果每一件事都執着於要證明自己係啱嘅，就要句句都要反駁人哋。但係咁樣做會令到對方感受到持續被打壓，所以應該要學習嘅係無傷大雅嘅誤會就俾佢過去啦。如果係重要嘅事情，就要喺誤會產生嘅時候及時處理。你諗下，我哋每個人有2隻耳仔，1個嘴巴，其實就係提醒我哋要多啲聽，少啲講，俾啲耐性喺呢個紛擾嘅世界入邊，保持住一份安靜，都係一種大智慧嚟㗎。咁粉星子呢，就開始左諗右諗，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喺應該講嘢嘅時候就講，唔應該講嘢嘅時候呢，就唔出聲嘅能力。首先要做嘅係衡量誤會嘅重要性。唔同嘅人嘅誤解份量本來就係唔一樣。鄰居嘅誤解、普通朋友嘅誤解、長輩嘅誤解、父母嘅誤解、兄弟姊妹嘅誤解，喺心裏面嘅比重當然係唔一樣啦。嗰啲喺你心入邊份量越重嘅人，你就越唔想俾佢哋誤會。呢個係人嘅自然情感，本質上就係 care 唔 care， 即係在唔在意啦。因為你在意嗰個人，所以先會在意佢對你嘅睇法。唔知大家以前有冇睇過嗰啲為咗守護一個人而對抗全世界嘅劇呢？粉星子以前就淨係覺得好浪漫啊，但係經過咗今次誤會嘅事件之後，佢就有咗新嘅領悟啦。其實人嘅心就好似一間好細嘅房仔咁樣，最重要嘅位置容納嘅人數係好少嘅，對待唔同嘅人必然有優先次序同埋差別待遇。因為人嘅專注度係有限㗎，精力都係有限，唔可能無休無止咁樣為所有人、所有事情都耗費所有嘅心力。對人都係同樣嘅道理，每個人對人嘅內心都會有一個排名，其實呢個排名就隱藏咗喺你對待佢嘅態度入邊啦。所以唔好再話對所有人都一樣咯，問心嗰句差別一定有個。通過呢一個事實之後，粉星子就唔再執着於必須反駁所有嘅誤會啦。畢竟留返啖氣俾自己，比起同人哋爭拗邊一句啱邊一句錯更加重要。仲有一句古老嘅說話係講多都嘥氣，其實背後嘅道理大概都係剛才所講嘅原理。粉星子開始認真整理自己心入邊嘅人際排名名單。對於間唔中打下招呼嘅鄰居，如果對方誤解佢係唔鍾意講嘢，都冇必要特別去解釋，
對於一齊上班嘅同事，如果只係誤會佢唔想幫忙，佢都唔會特別放喺心入邊。但係對於佢嘅好朋友，如果誤解佢係唔關心自己，就一定會及時講清楚自己嘅心意。唔重要嘅人同埋事，唔需要為咗佢而佔領咗自己嘅心靈空間，所以騰出嚟嘅位就可以去做更多自己開心嘅事情同愉快嘅事啦。比如粉星子可以同 Boogie 咪咪一齊去曬下太陽，同 Petit Colette 研究下新口味嘅飲品，咁樣更加值啦。所以慢慢地，粉星子就真係學識咗收聲同埋聆聽啦。間唔中雖然都會有控制唔住想反駁嘅時候，但大部分時間都可以管住自己把口。身邊嘅 Boogie 咪咪同埋 Petit Colette 仲特登為咗佢調咗一杯叫做空殼嘅解憂飲喎。呢杯飲品呢，就係烏龍茶入邊浸住咗一支貝殼型嘅棒棒糖。諗下，冇咗珍珠嘅貝殼，咪就係得返一個空殼咯。呢杯嘢飲係要提醒粉星子，如果過分在意人哋嘅講法，成日都喺度諗住要反駁所有嘅誤會，自己就會好似冇咗核心嘅一個空殼咁樣生活住，永遠都得唔到真正嘅心靈滿足。而家嘅粉星子再遇到被別人誤會嘅時候，會喺心入邊問一句：呢個人值唔值得我去解釋？如果答案係否定嘅話，佢就會微笑點個頭，轉個身就會去做自己嘅事情啦。心入邊嘅空間梗係要留俾真正重要嘅人同埋事啦。我係 Nina 糖糖，多謝你收聽到最後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